印度一個大法官頂日啊，那像是甲這失業的少年啊，比如做家蛇甲寄生蟲，引起抗議。雖然這大法官是有出面駁回，講是媒體歪曲伊的言論，不過民眾不滿的情緒已經斷開啊。就有人開一個網站，號做加沙人民黨來敲洗政府，短短4天就有2200萬人追蹤，是比執政黨的網站佫較濟。拍開網站，會使看到黨工也有明確的行動計劃，那親像是一個正辦的政黨，啊，毋過揪去面頂，說是看到一個穿西米露的家蛇，原來這毋是真正的政黨，是一群印度少年人佇咧頂禮拜才發起的加蛇人民黨。這運動的起地就是印度的首席大法官進前將失業的少年人比喻做是社會加蛇，互民眾聽甲放火倒。Youngsters like cockroaches. They don't get any employment. They don't have any place in profession. 隨網監聽後來駁回，講伊的話曲一寡媒體站頭起尾，伊咧罵只是一寡做假學歷的少年人，啊，毋過伊的話大家無要信啊。印度即擺頭路歹找，佇2004年到2023年中間畢業的學生，敢若一半會當順利找到頭路，所以印度一個青少年就佇咧網絡用做假的方式發起加蛇人民黨的運動，佮假 AI 生成的圖片，網年就引起眾人注意。There will be no involvement of any political party in this movement because the youth of this country is fed up of all existing political parties and now they want their own political platform where they can raise their own voice. 在 Instagram 頂懸加蛇黨的追蹤人數，在短4天就超過執政黨印度人民黨，即馬已經來到2200萬人追蹤。網站的發起人嘛，順勢將這個敲洗網站變作是社會運動，強調要替所有失業的人來發聲，嘛提出打擊貪腐、審判透明等等的訴求，讓真濟少年人烏煙。I guess this party will going to do some revolution because they are not unemployed by their own decisions. They are forced to be unemployed because they are not getting jobs. 雖講印度官方想空想旁要甲加蛇人民黨的社群口罩甲抬起上，毋過加蛇黨隨着辦新的口罩。創辦人強調，因着親像加蛇同款是拍袂死的，當局若是愈要打壓，因就愈袂互因稱心如意。公視新聞優派準備。